港人福音，冇屋冇住址都搞得掂深圳居住證，真係估你唔到。原來香港人冇房冇住址證明，一樣可以申請深圳居住證。大陸人要交12個月社保加住址證明先搞得掂，我哋港人憑回鄉證就 OK。呢個着數真係要即刻 mark 低。點解港人特別着數？免社保要求，大陸人要交足12個月；免住址證明，大陸人要提供租約、房產證、回鄉證直搞，一證通行，簡單過飲茶。冇房點樣申請？一、用一個材料代替，去深圳任意戶政辦理，提供回鄉證加大陸電話號碼。2、WeChat 深圳公安申請，選擇港澳台居民居住證申領，上傳證件加自拍，唔使特意去影相。點解要急住辦？買深圳醫保500人民幣，每年保198萬醫療，開大陸銀行戶口，玩轉微信支付、淘寶，換內地車牌，考駕照超方便。溫馨提示：而家政策寬鬆，隨時可能收緊，需要具體申請指引，立即 PM 我，免費發送，派辦理攻略。最新免住址成功案例，醫保加銀行開戶懶人包。